那麼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讓我向你展示這個指標。我在 TradingView 上進入指標，搜索 Big Beluga 編寫的 Institutional Volume Flow， 將其添加到圖表中，因為這個指標可以幫助你找到市場真正在交易的位置。這意味着對入場、止損設置和利潤目標至關重要的關鍵水平。這個指標非常有趣，因為它不是普通的成交量分佈圖。普通的成交量分佈圖通常採用一個固定的回數範圍，並在該區域納構建分佈圖。而這個指標做得更聰明，它基於算定的更高時間框架段來構建分佈圖。這意味着它不是將最近的所有價格行為視為一個整體，而是將圖表劃分為有意義的時期，並為每個時期提供單獨的成交量列構。起初可能看起來有點混亂，但一旦你理解了邏輯，它就會變得非常有用。現在，例如，如果你在1小時圖表上且段分辨率設置為1週，那麼圖表會被劃分為週段。這意味着每週都成為自己獨立的區塊。當1週列束時，該週的分佈圖被凍裂，它停止變化，然後新的1週開始，指標開始為當前週構建新的分佈圖。因此，你總是有來自先前時間段的固定歷史分佈圖，以及一個為當前時間段實時更新的分佈圖，隨着新期線的到來而不斷更新。這是使這個指標有用的第一點。它保留了舊列構作為參考，同時也的應了當前的市場狀況。現在讓我們談談你在每個段內實際看到的內容。首先，指標追蹤該段的最高點和最低點。在當前段中，這些水平是動態的，因為該段仍在構建中。在之前的段中，這些水平是固定的，因為那1週、1天或1個月已經結束。因此，如果段是週段，那麼綠線顯示的是本週迄今為止的最高點，藍線顯示的是本週迄今為止的最低點。該指標船顯示這些水平的變化路徑，因此你可以看到該段期間區間是如何發展的。然後你船有一條中間的灰線，這是該段最高點和最低點之間的終點。簡單來說，它是該段區間的平均值，你可以將其視為該段的平衡點或公允界值。因此，如果當前價格高於該終點，那麼價格就在該段平均區間之上交易。如果價格低於它，那麼價格就在該平均值之下交易。現在讓我們來到主要部分，即成交量分佈圖本身。在每個段內，整個價格範圍被劃分為等份的區間，默認設置為50。這意味着該段區間被分成50個小的價格區域，然後指標累積每個區域內的交易量。因此，你看到的每條水平條都顯示在該特定價格範圍內發生了多少成交量。這是關鍵思想。水平條越大，市場在該價格進行的交易就越多，而總成交量最高的條被標記為不同。該水平被稱為控制點或 POC。這是整個指標中最重要的水平之一。原因很簡單。如果一個價格區域擁有最高的累積成交量，那就意味着市場在該區域投入了巨大的人趣，買肉雙方在那裡非常活剔。這就是為習摸 POC 之後常常成為重要的支撐或阻力位。而這個指標做得更好，它不僅向你顯示當前的 POC， 它旋追蹤 POC 在該段發展過程中的移動路徑。這就是那些橙色點所顯示的內容。例如，在1週開始時 ，POC 可能起始於較高位置，然後隨着更多成交量在另一個價格區域累積而下降到較低位置，然後一直保持到當前時刻。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不要再等了，今天就開始吧！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由人工智能驅動。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的利潤，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
這能讓你更好地了解市場的主要印鈔區域隨時間推移轉移到了哪裏。現在想想這能有多有用？如果當前價格回到 POC 附近，你很有可能會在那裏看到反應。價格可能會在那裏停頓，可能會在那裏反彈，可能會在那裏受阻，或者如果它突破了同一個水平，可能會成為一個回測區域。因此 POC 不僅僅是一條視覺線，它是一個可以真正幫助交易規劃的水平。例如，如果你的策略在 POC 附近給你一個買入設置，且整體背景支持該交易，那麼該設置會變得更有趣，因為價格正在接近一個之前已經發生強勁市場活動的水平。這意味着該水平可以充當支撐。同樣的邏輯也的用於賣出交易。如果價格從下方接近 POC， 該水平可能充當阻力。這也有助於設置止損。如果你從 POC 區域買入，將止損設置在該區域略下方是有意義的，因為如果價格明顯跌破該水平，那麼之差的想法就變弱了。對於利潤目標，如果另一個重要的 POC 水平位於價格前方，那麼那裡就可能成為走勢可能放緩或產生反應的自然位置。這裡旋有一個重要的視覺細節：當成交量分佈圖位於終點上方時，分佈圖以綠色顯示；當它位於終點下方時，以藍色顯示。這讓你快速直觀地了解大量交易活動是發生在該段平衡區域的上方旋是下方，然後你還有高量的背景區域。這些是成交量相對於正常水平顯著偏高的時間段。該指標使用平均值和標準差邏輯來識別這些時期，因此成交量分佈圖按價格範圍垂直向你顯示成交量，而這些高量區域則按時間水平向你顯示成交量。這意味着你現在不僅知道成交量在價格上集中在哪裡，船知道異常強勁的活動何時進入市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成交量分佈圖告訴你哪些價格區域重要，高量背景告訴你哪些時間段重要。當你將兩者結合起嚟時，你就能更清晰地了解市場在哪個時間段內的行為。例如，如果你看到一個高量的成交量時期，然後價格在某個區域周圍建立了強勁的 POC， 這告訴你市場在價格和時間上都在那裡非常活躍。這正是交易者應該關注的那種區域。現在讓我們談談如何算擇斷分辨率，因為這是正確使用此指標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你是一個波段交易者，那麼使用一周作為段分辨率非常有意義。這樣每一周都成為自己的裂扣，你與不斷變化的周道市場情緒保持一致。如果你更偏向於頭寸交易者，並且在更高的時間框架，如日線圖上工作，那麼使用一個月可能更有用，因為你更關心更廣泛的裂扣。如果你是日納交易者或剝頭皮交易者，那麼一天通常是更好的選擇，因為如果你在5分鐘圖表之類的東西上交易，那麼使用周段通常對你的需求來說過於寬泛。作為短線交易者，你更關注當前交易日的區間、當前交易日的 POC、當前交易日的最高點和最低點以及前一個交易日的水平。因此，對於低時間框架交易，日段分割具有更實際的意義。這次就到這裡。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在評論區留言，我會盡快回覆。如果你船沒有訂閱，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的視頻。下個視頻見，祝你交易順利。